有阵你无惊到？有阵你无惊到？无啊，这无人啊！干！他妈的，没有吓到他们。对啊，因为没有电嘛。现在没有快没省电了。啊，你没有带电池哦？没有。还是要妈呀，送来了！失败了，今天失败啊！没有，这是失败了，没办法，我都怕惊到。慢慢走。还是你们两个人？无啊，不好啊。啊？还是你们两个人，你比较有感觉？你跟那个你们两个人。啊，行。那就一起啊。好吧。一起啊。我觉得你蛮僵硬的。嗯，对。这个声音呢？是谁？一个人。哎。麦呢？麦呢？我拿7块麦。麦啊歹啦。歹势，我拿7块麦啊。我好。对啊。行。对啊。走。哦。干你娘！你笑呀呀！你找我没有怎样。笑呀呀！鸟啊，小鸟 ，OK。哦，你娘！只是讲你莫安尼啦，我惊到哦。这是小鸟 ，OK。卖惊。哦，只是讲哦，那是小鸟而已啊，你。什么声？知。够响的啊。惊。我觉得你好像有喝酒醉一样，喝酒一样。你有喝酒吗？没有喝酒。你没有喝酒？还是好。交流。部队集合。你拄仔是真正惊到，还是咧落？惊到。啊，你惊到较安尼？我就安尼。我看讲你卡到。无啊，惊到。惊到。对啊。我会惊。莫，我走啊。靠北。你想我？来，那个芝士哥，你过来我家啦。你袂听到后边有声吗？后边有声。我无听到啊。还蛮那个，今天是算得很好的。不然我跟你讲，上次那个什么。顶个安怎？这个心存善念。如果发现身体不适要跟我讲。
对啊。拍谁哦？靠腰啊呢？鸟啊吗？是鸟咧弄的吗？是安怎？鸟啊，然后你是谁？小鸟啊，我是鸟。敢是？讲话。迄物鸟的声吧？卖给你给拐哦。两边拢有声呢，干！你叫啊？有人听听嘛？你叫啊吧？你叫啊啦，还叫啊啦！你叫啊啦！你靠背还是我叫？靠背哦。哎，叫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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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。那小鸟。他妈的鸟呢？干比我的鸟还小，还敢飞！卖回来。你没球一般有炮性。你是养你正雄吗？你养你正雄吗？哦，不要挑衅哦，不要挑衅。哦，不要挑衅。哎，较乖，较乖。狮子哥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这些动作原本就是这样子的吗？不是啊，是进来才这样子。哎，来啊，蛋，你有几个绝招？很多招。你先用你最厉害一招示范给我看一下。9阴百步走。来。你别来走左啦，你别冲啊！两。来啊，你先来用个3秒你的绝招。9阴百步走啊！看出来。来，我请我们虎哥示范虎拳给你看。好。虎哥，练虎拳呢？闭结。原来我可以想象说，原来我耍虎拳就是这么白痴。闭结啊！你用练虎拳我会看一下。不要，我觉得。没啊，不会，我觉得你在用虎拳很帅。来看，你用这个虎拳看看。来，我看，我先上边看卖你是你的虎拳较厉害，还是伊的9阴白骨头较厉害？嗯。你不要跑了，你不要跑了。靠边，教。好，不要玩了，慢慢顺嘛。不好意思哦，拍谁叫了啊？不好意思，不要。我前面走啊。我其实无电的，要安怎？没关系的，别往前面走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这里有一间就是那个，我进去看看有没有味道。开始了，对。那个，狮子哥，你还蛮小只的。还蛮小只的。
然后，这倒是真的，蛮少知道的哈。靠背。不好意思哦。哪个？那是鸟巢的吧？你这样，我觉得就是你都这样呆呆的吗？不会，就是紧张害怕，就变导致这样子。可是我看你直播不是这样子啊。今天你这样子，我会觉得蛮害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会很害怕。真的吗？我一直嘛。画葫芦呢？后帽的头啦！没有，他儿子用我的屁股啊。互你做一下热身呢，惊你天气寒又寒着啊。不好意思。拍谁啊？你要扛啊，还是要出来谁把亮？好啊。一直走下去就好了。那这应该是空的。你是谁？啊？不要闹我哦！拍谁？这什么物件？现在看这什么物件？在哪呢？我跟你讲，你没有当过兵吗？没有哎。这个是晒衣服的，这个是晒衣服的。是哦。好，走。那怪怪的。会不会咬人啊？还有在这下面。你比啊。如果他咬你，你再咬他的。如果他咬你，再咬他。不好意思。志哥，你干嘛一直叫啊？我都没有叫啊，都是他叫的。是上叫呀？你没有叫吗？没有啊。哦。阿东你在叫哦？这是体验我们的探险哦，那个入门的，对家。如果要入门，要体验我们的探险，就要经过这一关了，好不好？拍谁哦？阿弥陀佛，你想买拿我拜托了。妈妈请你保重啊。没有被攻。保重啊！你保重。妈妈请你保重啊。哦，来部队集合。拍谁哦？拍谁？这边。拍谁哦？这小看会钝呢。拍谁哦？我们很过来了。下午下回了。那里是最恐怖的。这边。为什么最恐怖？对，你就知道了。来8800位朋友，
哦，再帮我们公开分享好不好？然后再帮我们丢一下社团。开始哈。不好意思，开始哈。开始哈。开始哈。欸，我隐约拢一直听一个查某的声呢，我听着狗仔声。尖尖的，种尖尖的，毋知啥物声。我隐约一直有听着。叫啊叫啊，哦叫啊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呀，你是咧跟我笑啊？这什么物件？对，我想讲是头毛，惊到要死啊！你叫我摸了，头摸。开始啊！开始开始开始！在那种最好的放晒的所在。开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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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这是放晒的所在啊，就阴嘞，这是厕所，很阴哦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？有很臭的味道，这里是那个呢？很阴，有很阴哦。欸，这会卡啊，行。这种鸡巴！靠腰音啊！靠背啊！你靠腰音啊！很吓人啊！吓人啊！快看起来坏笑哟！我这电梯你要无电梯啊？要安怎啊？要插起啊？电梯要无够啊？我等，车顶。无电梯你无停，我等一下，行你看嘛。行。我等一下直接帮我请你保定啊。我们换完电池，我们就带他去最恐怖、最里面那个地方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拢会卡卡的。对，快快。慢些慢些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无啦，我投着手机啊。左边，这里啊！拍谁就啊！欸，你拿武器了，他会攻击你哦。哦，因为来者不善。哎呀，啊，我们进来不要乱拿武器。拍谁啊？我们先拿电池好不好？好。靠背啊！我们拿电池拿完再进来。不要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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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行好啊。开始啊！开始啊！开始啊！啊，我确实是这样。开两条吧，那个。我不会去啊。哦，先上朋友在。